马福10年事前，海陆相ราที่ทำ日รุ่น好多年前，王山马福有只村长，已经做挺多人嘞，他穷了也父母都以后，故所以日人接日人，全部相爱表少，也冇人出来留佢勤俭，当都有人建议，讲佢随时进来进台，也就有多年，俩人做满就好嘞，冇个出来勤俭。何本骗人做看啊？未好常常침福，佢喊係表唔下，談唔落耳。佢講本愛大個做家人就好嘞，結果喊係本佢先到，繼續連人下去，上任了第2年。让政府计划度马福了山那度，好冇人大概为所去分法路，老全人嘅垃圾收到了少，改良是村长嘅权利和前提，想要开发分法路嘅抬头噶。日天愛先得到村長嘅支持，愛開發前，先愛少10村民開說明協調會，開會前為到開會能夠順利進行，大家同意證人呢就拿着台風報本村長。向村長幫忙，該風暴一太着冇人抵得，有人講上千萬。該兩時，這風暴對當地人來講，像天文數字樣。那風暴嘅事情，只爆發唔hết，消息就流出去。本烏沙會嘅物流難地道，就有挺多人冇做去測沙，將來來考慮。該村長有隻習慣，特招先做咗，佢未來該白公下老體內所強，他背這強。聽過審查，少幾項，博下人，錯一下長走，該白公嘅為所要好偏僻掉，係講咩初日15年照5節，冇人為來了白公下，何況了按做嘅時節。有3隻路饅頭談講該風暴嘅事情，談到該村長當日嘅作息行程，地帶佢特招先為來了白公下首相，有日3隻路饅頭前早就來到該白公下，順便該太叔後輩定年，等村長把少好相就跳出來直接講，你拿到按多錢而不愛到10封，愛到也唔是你全部拿出來，是不愛到200萬就好，愛到也唔為老人講，唔看樣辦。都在改比村長讓盤點拿出來，14年拿出20萬個元甜甜，
上个老爹三界鲁曼头大发帖，讲来讲去讲唔下山，日沙讲4年日出20万，日沙讲冇200万冇病几个，最尾抄起来，改掉鲁曼头通手大村长，冇想到强冲手。打老该村长大事体时，春阴明嘞，该三沙实就用布台老四手在走，在多撇为买，心不低鬼不高，也看台岸，警察抢摩头个无人工人，日下参摩头他。人海茫茫，唔知爱娘来侵蚀时，你讲奇怪也唔奇怪。过后该今日八风采落太水，无山山毒又错萝卜方屋，冇人带。唔过头家下巴会转来看看，也未接上啦。无个汉真理到以后，风采过铁，头家唔知样办，失去到心肝当干苦，冇安冇落，将到落屋唔知为样办么，就紧转落屋捞看看啊，看为本风采大快么，行转落屋。一孙到我面前无汤吃，突然间发觉到无汤看下，让我有一顿长对起来个心来，只想按照都冇做来啊，感觉到当奇怪，就行下去看看啊，行前看好真掉。看到奶儿和送本太水冲走个位所，一只手走出来，一咸黑死时，实报警，长老几只四手牵出来，原来是凶手，将怕事情不报，唔敢度往山求村买。就老四手在道步山偏僻个山途来买，该到鲁曼头是属体嘛，地底该素材含得有人多，头家未冇几多时转来，马沙地底为北风采落太水，老新奶顿个送奶冲走。手走出来，不人看到，按而将按脚破铁，以后大家将地底原来是高山个鲁曼，将我是往山请个村长考究，因为讲唔拄好，是手老村长大喜愤世。大转宝山本上买，我想怕是冥中北宫暗中嘅指點，仲有可能按腳就破案。因為村長當日都按天心去北宮下燒香表數啊，天明虧虧，所以不了。連性命都看唔過去，事情過脱了後，該為人講，村長係冇做假人，可能露面很菜，唔會試到按凄慘，也怕唔敢話